其实我也不懂，可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吧。不过老婆，没关系，有我在。不管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陪着你。谢谢你，段飞。段飞啊，我看中你，相信你，把彤彤嫁给你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那，把这个签了。这个本来就属于你的。你爸爸走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个死结，没人动它。你这次来，我把它还给你。段飞啊，若不是万不得已，我绝对不会这么突然安排你们结婚的。既然接受了任务，我一定会做好。你这次来一定要保护彤彤和红顶的命运，这里的也有你父亲的心血。我明白，我这次回来也想了结一些事情。这些年你在韩国的经历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所以我放心的把彤彤交给你。爸，我签。你去吧。爸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问。关于我爸的事情，老婆她一直不肯告诉我。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这个幕后操控者肯定还活着。红顶的危机一定和这个人有关系，所以你一定保护好彤彤，同时也要保护好你自己。爸，您放心。去吧。好。听说外面现在不大太平啊。是有一些风浪，但和我们无关。什么情况？说说吧。现在红鼎集团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，内部的大量骨干员工泄密。红鼎集团的总裁윤世同已经开始清理这些蛀虫，但由于涉案人员太多，如果一下子清理掉，红鼎可能会元气大伤。魏天浪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魏天浪一直想顶替红鼎在天海的位置。据我所知，红鼎和天浪集团已经开始筹备转型电商计划。魏天浪暗中多次想除掉윤世同，但윤世同身边有云鼎派来的高手保护他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得逞。世事无常啊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什么事儿都变了。苏轼在天海扎根几十年了，办事一向低调，与世无争。看来也应该出去露露面了。那您的意思是？趁我身子骨还硬了，也该出去走走。苏氏集团在天海不与人合作的惯例，也应该改改了。您说的是。雪晴啊，
我把希望就放到你身上了。苏氏集团以后就要辛苦你了。你也知道，苏菲不在我身边，也只有你一直在跟着我。您放心，有我在，苏氏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有一个预感，红顶和天浪，总有一个会在天海消失。方辉也跟了你有一段时间了吧？你觉得他能胜任安保部的副部长吗？你问我啊？你自己决定就好了。我这不是问你嘛？你说他到底能不能？当然可以。来一下我办公室。请进。你怎么找我？你这个帮我交给徐若海。好。老婆，这几天你要多加小心，不管对手是谁，他这次没得逞，他还会来找你麻烦。好。还有，所有的文件尽量多备份一份，以防万一。好啦，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我回去看着爸爸。我等一下去跟苏总吃个饭，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要聊。加油啊！在打拳的时候啊，记住啊，这个是重拳，一招制敌，懂吗？还有这个腿啊，弹起来就快、稳、狠，晓得吧？瘦子，这个职业素质啊，你们要知道啊，好吧？多学习我啊，不是花拳绣腿。我拿全国冠军的时候啊，你们还没出生呢，啊，所以这是你们的工作，回家要多练习，平常多看看书啊。不要搞那些小花活啊！干嘛着呢？你升职了？什么？我说你升职了？你想少拿我开涮呢？哎呦我操！你还不信？真的升职了？不对，现在该叫你安保部副部长。不可能！所以我给你……你还不生气？来来来，表示表示！来来，3、2、1，恭喜辉哥升任安保部副部长。真的，今天晚上喝酒啊！爸，你最近还好吧？还好，哎，就是老忘事儿。哎，大飞啊，荷兰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要好好安慰安慰彤彤。我会的。我现在就你一个愿望，你说，希望你好好带彤彤，好好相处。你能完成我这个心愿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。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再去找出真相，替我爸报仇。大飞啊，其实有些问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想过没有？你爸爸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充满仇恨的样子。爸，但我为了报仇等了20多年，我忘不了。爸，
我给你买了点水果，我去给你洗吧。